ECPOS 嘅點餐方式有好多種，今日就為大家示範一下呢幾種方法有咩分別啦。第一種就係數碼點餐。首先我哋為食客進行開枱嘅動作，撳返食客所在嘅枱號，記得一定要打開同時列印開枱單，輸入返入座人數，撳返確定，然後個編碼就會收到列印指令，打印出落單用嘅 QR code 俾食客。咁食客只需要掃描返個 QR code 就可以去到我哋嘅點餐界面進行點餐㗎啦。而第二種係貨外賣用嘅數碼點餐。首先食客會透過餐廳提供嘅 QR code 去到點餐界面落單，確認落單成功。食客點餐嘅界面上邊會出現一個取餐碼，咁去識別返佢哋所點嘅餐點。而同一時間，餐廳嘅 ECPOS App 會收到通知，提醒返餐廳有顧客已經落單啦。餐廳需要點擊返左上角嘅目錄，然後再點擊返第二個嘅接單，去到接單界面上邊就會見到客戶啱啱落嘅訂單㗎啦。除非喺營業時間內取消訂單啦，咁一般情況都係需要點擊返右手邊嘅確認接單，之後將訂單就會跌落去備餐中嘅欄位入邊。咁如果後廚已經準備好客人嘅點餐，可以出餐嘅話，就點擊返備餐完成，之後訂單就會去咗待取餐嘅部分。點擊返待取餐呢個選項，你會見到有個確認已取餐嘅掣。如果食客已經攞咗佢嘅餐點，店家只要撳一撳呢個掣，咁成個外賣點餐就會完成㗎啦。另外，我哋 ECPOS 嘅外賣接單上邊可以設定一個自動接單嘅功能。咁首先我哋需要打開返我哋嘅 CMS 後台，點擊左邊第二個嘅基礎檔案，然後點擊最底嗰個門店倉庫入邊嘅門店倉庫管理。去到呢個頁面嘅右手邊，點擊返編輯，之後會彈出一個門店倉庫管理嘅視窗，然後向下碌到去點餐設置，點擊返外賣訂單流程隔離嘅箭嘴，你會見到有4個狀態嘅，咁分別係待審核、備餐中、待取餐、已完成。如果要做到自動接單嘅話，就需要喺第一個選項待審核中嘅啟用轉成停用。你會見到而家個流程會冇咗個待審核，會直接由備餐中到開始。咁嘅話，如果收到訂單，就唔需要手動再確認訂單㗎啦。第三種就係店員為食客落單。咁首先喺落單之前，要揀返一張枱，入返個入座人數去進行開枱呢個動作。你會見到張枱呢，而家由白色變咗做藍色，咁就代表已經成功為食客開咗呢張枱。之後直接落單就可以㗎啦。咁第四種就係快捷點餐，呢個功能係專門為外賣自取啦，或者冇堂食座位嘅鋪頭而設嘅。咁店員可以省略咗開枱呢個動作，直接點擊右上角嘅快捷點餐去為食客落單，咁就得㗎啦。